自2025年10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审判列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第25章第8节到17节。即款的上主讲，因为阿文人甲以东人讲，犹大国甲别个国家无啥物无共。所以我要互摩押边界的城镇受攻击，连因上开口的城堡逼亚西抹、巴力免甲基列亭拢受攻破。我嘛要将阿文人甲摩押做伙交互东方来的民族做产业，搁互列国袂记得摩押。我一定要刑罚摩押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东人因为对犹大人报仇，因的报仇显露因极大的罪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刑罚以东，甲因甲因的精生消灭，互以东对提曼到底但的土地拢拍荒。人受杀死，我要用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手对以东报复，因要照我极大的受气报复以东。迄时，以东人就知这是我伫向因报复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因古早就结的冤仇。心存恶意，要消灭犹大人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遭灭基利提人，连住伫沿海平原村的人嘛要消灭。我要严严甲因报复，发大受气刑罚因。我甲因报复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审判列国，自古到今，政治上结合主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手腕，一直拢存在，搁成做国际政治主流。列国拢无掠家己的利益做优先，无永远的朋友，也无永远的敌人。但是宣告上主是历史主宰的以色列信仰传统。哪像袂认为是安尼，而是相信列国拢伫上主的主权下面，顺服上主者必存留，违逆上主者将必灭亡。干地位伫欧洲、亚洲、非洲交界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商业地位，一直是列国必争之地。特别是东方两河流域的强国和尼罗河的强国争夺之地。干地的诸小国包括以色列、犹大、叙利亚、阿文、摩押、以东和非利士，长期拢伫列强争夺的劫项中求生存。有时阵，这个小国家会团结对外，但是搁较侪时阵是依附强权，也因为利益冲突，造成这个小国之间彼此纷争和仇恨。公元前586年，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。这时，以东人毋但无援助因的兄弟犹大，反倒趁火打劫。顺风杀倒墙，摩押选择甲巴比伦结盟，参与对犹大的攻击，用高傲的心态踢笑犹大的遭遇。非利士人趁机会攻击犹大边境，参与掳掠，报复过去的仇恨。先知以西结宣告上主的审判。指出这个踮列国权力劫项中生活，用看好戏心态
看待犹太的敌对国家之悲惨遭遇，因的幸运是短暂的，终究要降服伫上主的审判下面。犹太周围这个国家的遭遇，要比犹太凄惨。上主要灭绝一切，无留落任何希望。这个审判，拢是要昭告世间人，着认识上主才是历史的主宰，毋是世间上下遐的强权。现在的世界局势，差不多往两大阵营靠拢集结，一边是以美国、英国、欧盟等民主国家为主体的民主阵营，另外一边是以中国、俄罗斯、北韩为主体的专制独裁国家。台湾要徛踮倒一边呢？这是现今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争论焦点。小国只有踮大国相争之中的抗衡求生存是无？也是台湾会当活出价值甲理想呢？400年来，台湾人经历亲像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，一面世界为着生存在打拼的流浪客，来到这块岛屿找求生机，就亲像以色列人的祖先阿兰人同款。这阵流浪客历经殖民专制统治，改在基督福音传来台湾，激发人民追求出头天的浪潮。今仔日，台湾建立民主政体，拥有主体性，拄在行踮一条真济民主国家所行过追求民主独立的道路。历史掌握踮上帝的手中，伊是最终的审判者。强权只是历史中一时的波澜。台湾要甲上帝同行，坚持用基督信仰做基础，和追求民主、人权、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国家结盟，才袂伫历史的风涛中随波逐流、销声匿迹。默想，伫基督徒还无到5%的台湾社会中，教会要安怎发挥影响力，促使台湾社会追求上帝旨意的实现？伫基督徒还无到5%的台湾社会中，教会要安怎发挥影响力，促使台湾社会追求上帝旨意的实现？咱来祈祷，历史的主宰，恳求你怜悯台湾，互执政者和人民勇敢追求公义、怜悯，用谦卑的心甲你相合行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